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26日，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7章第1节到第7节。关系恁伫批的内面所写的问题，查甫人无亲近查某人较好。毋过为着避免淫乱的代志，这个查甫人应该有家己的某，这个查某人应该有家己的翁。查甫人对某应该尽做翁的义务，查某人对翁应该尽做某的义务。某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毋过翁有；相反，翁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毋过某有。毋通忽略对方的需要。若为着要专心祈祷，通同意暂时分开，总是以后就搁恢复正常的关系，才免因为袂当控制家己，直到受撒旦诱惑。我讲通暂时分开，是勉强同意，毋是命令。事实，我爱逐个人拢亲像我，毋过逐个人对上帝领受无相款的恩赐，一个人一款，迄个人迄款。保罗对着婚姻以及独身的问题，直接对哥林多的教会来提出勉励。有的人有独身的恩赐，总是真济的人是无这个独身的恩赐，所以伊伫遐勉励，若是无，就爱有家己的翁，家己的某，也就是伫婚姻内底来尽应该有婚姻的约甲义务。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有尽着咱做翁也做某的义务也无，互咱追求圣洁的生活，合理上帝的心意，互咱会通伫遐尽力来为主做工，荣光主的名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